有一個人呢喺一間餐廳裏面食buffet，遠遠睇見喺食物台上面呢有一隻自己好中意食嘅芝士焗龍蝦。不過喺佢想話起身行過去攞嘅時候，就已經俾其他嘅客人攞咗。佢心諗，等陣間人哋都會再送啲新嘅上嚟噶啦。於是佢就去攞其他嘅嘢食嚟食住先，一邊食一邊等。但係結果一路都冇再見到芝士焗龍蝦嘅出現噃。喺呢段時間裏邊，佢雖然一直喺度食緊其他嘢，但係個心裏邊就淨係掛住嗰隻龍蝦，食乜嘢都唔知道係咩味道，仲一直喺度埋怨間餐廳出菜出得咁鬼慢，服務好差添。最後佢都係忍唔住走過去問個服務員，先知道原來今日嘅龍蝦已經冇晒貨。佢就更加唔開心，好失落咁離開啦。喺返到屋企之後，其實嗰隻龍蝦一早就已經唔再存在噶啦。但係原來仲喺嗰個人嘅心裏邊，因為佢執着咗食唔到芝士焗龍蝦呢件事，所以就一直都放唔低。你話係咪幾搞笑呢？聽到呢度，唔知大家有冇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呢？我哋好多時都好似嗰個人一樣，為咗一隻心中嘅龍蝦而錯過咗成餐飯。如果我哋執着住已經過去嘅嘢唔肯放下，就好似背住一個越嚟越重嘅包袱去行路咁，點會唔辛苦呢？其實喺呢個世界上，每個人事物嘅出現都係因緣和合而成，好多時候都唔係由我哋可以去決定嘅。假如凡事都有一定要係咁樣嘅諗法，只係會自尋煩惱嘅啫。正所謂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成長同智慧並非嚟自於緊抓住所有想要嘅嘢唔放，而係來自於要懂得分辨咩係值得珍惜，咩係應該要隨緣而放下。希望大家從今以後都能夠食好眼前嘅每一餐，品嘗到生活最真實嘅味道啦。